同十優麥明詩由細鬥到大，串嘴 Ada 老豆撐女，潛力股。麥明詩外表加學歷實在太過屈機啦。當大家以為今屆港姐冠軍已定，上個禮拜竟然殺出另一個大熱，佢就係串嘴 Ada 龐卓恩。龐卓恩原來係麥明詩嘅小學、中學同學嚟㗎，兩個人由細鬥到大，諗唔到今次由女拔鬥到嚟港姐嘅舞台。選美又點知兩個人嘅事呢？就連家庭背景都要鬥啦。麥明詩老豆係聖公會林護紀念中學副校長，但 Ada 仲勁啊！老豆龐寶林係東企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老闆，每秒鐘幾千萬上落㗎。佢亦經常喺財經版教散戶投資。Face 上個禮拜就打俾佢，佢仲用股票形容自己個女，仲話唔介意個女同麥明詩比較。佢話喺我心目中咧係優秀嘅潛力股啦。我覺得係應該個樣樣都係比較㗎啦。你最後得一個贏出嚟，咁你係一定比較有自然嘅喎。啲波係圓嘅，我諗啲比賽都係圓嘅，你入邊個人發揮得好嘅。對於愛女被指串嘴，龐總就為佢護航啦。我就覺得就唔知點解呢句咁好嘅稱號啦，識佢就唔係嘅。不過我諗嗰次佢就即係覺得未有時候講嘅，第一次都唔得嘅時候，所以就即係啲人會俾咗呢個綽號佢啫嘛。認識佢多啲咧，就發覺就唔係嘅。Ada， 睇嚟你要跟老豆傾多啲偈，學下佢嘅口才啦。Facebook 一開即群，學語追求。